顺序要来啊。所以咱今仔日叫做白羊的迄个英文，毋过咱是白羊头啊。白羊头就是讲咱白羊、红羊转白羊，所以咱的米的经大是为了讲弘扬了道，归家去无，转向三两米的真无。所以做了三两米的经国故，咱老祖师甲即马多120周年，来传到120周年，咱师尊传到78周年，咱师母传到50周年，50周年，拢伫少少尔，无介久的时阵。佛教离咱偌久，2569年。进佛教当时释迦牟尼出世，甲真拄啊2569年，真个法文就是因为泰国佛力，泰国佛力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转世。若要甲讲起，咱伫2000几年前，咱无机会通修道，咱无机会通做咱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咱无机会。毋过呢，咱迄阵是安怎修？咱迄阵供养所有释迦牟尼佛的弟子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第6分叫做正信稀有分。佛陀甲须菩提讲：须菩提，当得世人，不无一佛、二佛、三世五佛而成善根，亦有千万无量佛所成诸善根，乃至一念成净实者。这是《金刚经》第6分正信稀有分。佛陀直接把须菩提交代：须菩提啊！当地世人，你会了解这群人，啊，这群人是对群人，是佛灭护500位这群人，啊，这群人是佛运2500年，咱我过去讲过，2500年过，这偌久2569年，伊的这法律已经行过到末法时期。毋过咱来转世这个时阵，时多好。所以，人讲来得早，不来得巧，来得刚刚好。所以，咱今日咱得到这个法运，4000斤万克，道金、利金、天命金的物件，这是一个非常的殊胜。你过去就是有供养过佛，因为你过去无受贿，你过去受福。所以呢，你佛教上内底当中要做菩萨，伊那是句话：福不富足，袂当做菩萨。非不富足，嘛袂当做菩萨。所以呢，福非双修才当做菩萨。毋过呢，咱过去修的就是福，但是你无慧，你是无是咱每一年，若咧新春元拢爱叫咱大家布施，爱家己了愿。有当时心态若无健康，若新春元就是要爱阮的钱啊，要爱阮了愿啊，敢是安尼？心态若无健康，会安尼想。其实，你要布施济，要布施少，道中绝对无甲你分你。无对一个点啊，所来讲，你通布施偌济，无甲你讲。但是这个由你家己发生，这叫做受福。那受福你本来就受过啊，一佛、二佛、三世五佛，你过去就受过啊。毋过来到这个世间，敢就受福。来到这个世间，咱的福无够，你伫修菩萨道内底当中，你有足大压力。你嘛有足大歹行，我来说足简单的比喻。佛教伫六道内底叫做菩萨道，对不对？头一个叫做布施、度健贪；第六道叫做哪？就叫做智慧、度无痴，敢是安尼？毋过头一个叫做布施、度健贪，迄叫做铺路。这条路要修菩萨道，这条路若铺行，铺无好势，你要行这条路就困难。你要去到台北，这条路若无铺好势，你要行这条路就困难。第六道叫做智慧，迄个智慧叫做 GPS 导航。你今日要去到台北，你若方向无了解，随时这条路甲你铺错势，你要行台北就行去台南，敢是？所以这叫做福慧。但是其中的4部功夫，第叫做持戒，第叫精进。第三叫做第二个忍辱，第三叫做精进，第四叫做禅定。这4部叫做功夫。敢是4部叫做功夫？这我免得解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因为我袂使做到拖上久。所以咱今日有些好难得的物件，互咱得到，这叫做咱的运，嘛叫做运，来互咱拄着。拄着281人口，毋是逐个会当来修道，毋是逐个
的时阵来得到天的降世。毋过咱真欠啊，咱真欠费。所以一贯的地主要到内底当中，搬厝啊济，听多听济过啊，啊一年过来搬咧搬，无毋对，因为咱即马欠这个物件，所以咱有定时咧感觉讲，啊人真咧，爱想对一个所在，人对人咧火烧厝，对人大水灾，啊对人冲脑的，好人一定人去咧冲脑的，这好无？啊当然是好咯，太毋好，咱一贯的地主嘛去咧做这代志，太无。毋过即咱过去拢做过工课，毋是你即马当要做的工课。那即马要做的工课已经来不及，所以咱真重要是离火。过去开火，即马感觉结果。那开火无结果，啊那你使送树我拢无路用。你过去手来叫做开火，真你是要得到菩萨果，那叫做凡夫做圣事，啊就叫做大愿的众生。你是凡夫哦，凡人哦，要做菩萨事哦，这简单吗？这毋是简单的行为。所以咱今日爱了解咱存在价值。而咱今日咧做这件行为，确实实，咱无白来人世上，咱嘛无白过时光。所以伫这内底当中呢，因为来讲，咱袂使受到名利权势，哦，谨守规礼节，莫有心可以之妄动，并遵顺。心刻意，这叫做三业。这三业延伸的，这个是恶业。心失德淫，口恶口两舌妄言绮语，意贪嗔痴，这叫做三业。咱这三业无度，你要证到阿罗汉的初果，须陀洹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这叫做四果。须陀洹叫做入流，要入圣人之流。你若无这三业甲斩断，你绝对袂当入圣人之流。所以呢，每一年的新春愿，都一定有这心口意之妄动。今日咱咧做业，咱咧做业，拢离这三项：心、失德淫、口恶口两舌妄言绮语。敢是安尼？啊若伊呢贪嗔痴，有一日我去到泰国阿么讲，那少个无犯着心失德淫的人举手，无人敢举手。啊，咱口若无犯着恶口两舌妄言绮语的人举手，啊嘛无人敢举手。啊若无犯着意贪嗔痴，你若拢无贪嗔痴的人举手，嘛无人敢举手。啊，意思大家拢有这物件，这叫习惯，但是无毋对。咱犯人这一定会犯着，这是绝对的物件。毋过呢，咱修学道就是要改，因为我知影这袂使爱改，因为有这物件暂无断了后，你要证到阿罗汉的初果，要证到圣人之流，都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呢，后壁来讲，何老奸淫欲书，当然何老奸欲书啦吼，这是因为咱好接老奸在世时阵，因为伊提出着一本的律书，吼，这6本册拢专门咧教育咱成就菩萨，要安怎，毋通受到外口的引诱，毋通受到恶魔来甲咱考验，种足济物件。这律书就是对咱的心性，对咱要修菩萨道的一个精进。会知影你点啊？虽然问我讲，啊，在何奸淫律书内底当中，有人咧问讲，啊，心中要有紧，哪会当开火结果？你问我这个问题啦，吼，其实因为原文的内底拢无倒点，绝对都没有倒点。一张原文内底语内拢无倒点，啊，所以咱好学有定时啊掌握啊，说明我无清楚，这也事实。但是后壁这毋是律书的内底，这毋是律书的内底，圣人表达后壁这物件，就是咧甲恁教讲咱心中的物件。但是这我即摆要讲的这物件，无伫咱律书的内底，你律书要显这无当显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这我特别甲你做一个说明，毋通啊对开始咧显，啊咧显的当中才无看到。哦，所以咱甲恁遵循律书的教训，但是后壁这毋是咱何老奸淫律书的内底讲。伊第一个甲你讲，心中爱有紧，才能开花结果。就讲你今日你修学道内底当中，你心若无紧，所以咱常出话咧讲安怎？
根基祖德，有无？若无根基，若无祖德，你袂当修行。我来说一简单的比喻，今日看到兰花，迄兰花一开哩啊足水，迄有根有无？有，因为2个月、3个月开哩啊足水。但这兰花一支一支甲架起，你甲插，会当偌久？1礼拜，伊就拢总写落去，敢是安尼？毋过呢，咱今日会当离道中遮久，你甲想看觅？为含咱的修行，含咱的行道，随时伊请教了后，有定时1个月，伊就破戒；有定时2个月，伊就破戒；有定时1年，伊就破戒；有定时2年就破戒。这是啥物道理？咱大家拢有法通坚持，是安怎咱坚持袂落来？咱的根气甲咱无相像，咱的根气甲无相像，道拢相像，但是咱的根气甲无相像。所以叫做根基要有祖德，这2项加做伙。但是因为无根，袂无生，这是绝对的物件。无根袂开花，这是。但是你有根，只是有根，你要注意，一丛山啊会开花袂？这山啊栽落开花开到规丛山啊拢花，要真正会收成，从几粒你甲讲，伊开花了来就开始结果啊，结一粒一粒啊。一粒一粒来，就慢慢大到做好粒东西。这个过程内底当中会淘汰偌济。去年一个风台来，这满头稳蛋，大家想讲，今年的收获吼有影啦，满头稳蛋，佫好价。太早我一个风台来讲一个当中，出无20%，剩10外%。阮小弟本来讲好啊，偌济要有啥物人，用偌济要有啥物人，用偌济拢要有啥物人。算的1年收个就这了，敢是安尼吼？风台来扫一个物件，要什么人拢无，所以人讲计划赶不上什么变化，所以咱爱了解。虽然咱有根哦，你爱开花结果，你这个当中爱坚持，爱坚持。所以一句话讲安怎？成熟它的代价必定是痛苦，成就的代价必定是回报。咱一丛山影，因为自开始结果开始花，结果过程的外的考验，鸟也袂，虫也袂，风台也袂，贼仔也袂，敢是安尼？伊内底这物件拢做袂，你甲顾无好势，是安怎？你也甲包起，你也甲包起，你山影若无包起，大起其实来讲起来，袂花钱，袂无钱。甚至当中呢，虫仔叮着，还是虫咬着，迄粒山就破晓去啊！敢是安尼？是安尼甲保护。咱要成菩萨果哦，你开菩萨花要成菩萨果哦，你甲毋免接受着年头的新荣愿，年尾的花果愿，这是拢甲恁保护咧。这咧甲恁保护咧，你嘛感觉这是理性性的较有呢？无这甲恁保护，你无能成就了四种如意的菩提果呢？兼配这用心，兼配这牺牲，兼配这爱心，咱会看得到。所以咱一定要感恩，心中要有愿，才能成就事业。咱一个代志若无愿，没有愿意，你就没有办法成就你所愿意的事情。我请问一句话：翁某要结婚，两方敢会爱甘愿？我看你都无爱，你看卖袂合，敢会成翁某？人家一方面要买，敢会当成就？无可能成就。敢是大家要甘愿？我看你会合，你看我合，大家爱甘愿。你要做事业，要做的事业，你若无甘愿，你没有心去经营这事业，你会当形成着你事业的。各位，咱今日咧修菩萨道，咱今日若无甘愿牺牲要行落去，我请问咱各位，这点文书咱建议，自16岁伊就得道，自16岁伊就听考，到今已经88岁，咱建议曾经甲咱好好讲一句话，我这世人我伫修办道内底当中，我无后悔，我无后悔，我所甘愿，但是我忏悔，忏悔呢，我做无够。一个前辈者，伊是足谦虚，石破天惊。互咱知影讲，今日伊做到安尼来，伊就该对自己
所以咱今日虽这么咱在背，后壁咱怎？咱成功了完，回向于大地众生，回向于前辈者过去的这一片的照顾。咱爸母养咱大，咱是毋是一定会趁钱？咱是毋是一定要回馈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？当然就是这样啊。但是咱要互前辈者对咱栽培，这个温柔就是哪？伊无爱你了完啊。老前人讲一句话：不要你的金，不要你的钱，只要你个好心田。好好的经营道，心中要有理，早能走遍天下。咱有一句话安怎讲？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呢？寸步难行。人做伙要有理，理来做沟通，要叫做理念。迄个念的内底要有理哦，叫做理念哦。迄个念的若无理，安尼叫做粗鲁，叫做不舍。你没有理念，那没有理念，你就没有办法跟人在一起。所以咱人能够有理是走遍天下。我心有理，我到对一个所在，我都拢会当甲人相处，甚至甲动物相处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你内心世界出来当中，你有理，你有道，所以动物会感受着。阮爷较早有一个叫做乌狗尾啊，乌狗尾啊，你听无？因为是安怎叫乌狗尾啊？迄是专门咧抬狗的。所以人下个乌，伊人乌啦，人叫乌狗尾啊。而咱下啊，离迄个白桥，较早白桥头遐开一个叫做香肉狗肉店。但是迄个狗仔人看到啊，好啊！你那肥那撞啊，那撞啊对面去。迄只狗嘛是我若撞无你吼，许杀着我性命拢无去。但是我知伊只歹人，因为伊只感觉最凶恶。但是咱今仔日若真正咱心有理，心有道，迄只狗仔拜年啊，迄个尾迄直摇，一直摇，一直摇。你甲摸好，伊足欢喜，个头安尼耳一直下，一直下，一直摇，就代表伊足欢喜，足欢喜。我含你这人足好，敢是安尼？恁出去甲看，观察个狗，观察个动物。你有道，你有理，相处你走遍天下，含动物都是欢迎你。你无理，你无道，到对一个所在，含动物伊就不欢迎你。所以呢，今日要走遍天下，一定要有理，心中要有主，大能立处改进。人讲安怎？咱家己做主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句话讲，因为修学道，人在江湖，后边句话就讲，身不由己。迄个己就是作为艺术，你家己我拢做主人。咱咧做业，咱咧做罪，毋是咱家己爱要做的，咱无法度，因为你的识较强，你的肺，所以叫做恃强致弱。识强，甲你的肺咽落变坏，变成用识来咧做主。人讲你这识巧巧，你这较识鬼。拄则有点啊，师傅咧讲，戆拢做识，识拢做鬼。毋过呢，因为你有鬼咧，甲你做你的主人，迄个识就是安怎？你福德力金刚经里第3分伊甲你讲，说的欲菩萨有5相：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毋是菩萨，甲有菩萨。这个话就是咧甲你讲，你今日要用智慧来做事，因5相人相的对立恶言对立法，第3句话就走出来。众生相，什么叫做众生相？众生叫做纵念重生。第4句话走出来，叫做执着。寿者相叫做执着。你有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所以你今日的主人鸟位，你今日无主，但你无主要处处皆真，不可能事情。你用识咧行，处处都是魔鬼，你到底都是魔鬼。因为怎讲？你自私自利，你的想的、你的思维内底当中，拢叫做骗。你佛教上内底当中，佛教有一个叫做八正道无？第一叫做正见，第二叫做正思维，敢是安尼？第3叫做正悟，第4叫做正业，第5叫做正命，第6叫做正精进，第7叫做正念，第8叫做正定。你佛教上叫做八正道，正，毋是八善道。善的对面有一个恶，叫做恶言对立，以正就是无二元对立。简单讲，迄叫做绝对。所
所以咱今仔日离咱心有法度，让做咱自己的主人，咱会当行好正。你当然处处都是拢佛，处处都是拢菩萨。心中爱有德才能，涵养万物。这有重要无？孔子就来甲你讲：有德出有仁，有仁出有才，有才出有土，有土出有用。德是本啊，才是管啊。咱过去拢会出句安尼讲：人饲的囝拢是关公老爸，阮饲的囝拢是拿头得志。有即句话无？是啊，人饲的关公老爸，迄个讲叫做有仁有义。咱生囝拢是拿头得志。哦，拿头得志就是代表迄气拢会晓得志啊插着，拢会嫁人啦。简单讲个，咱迄就是话就是跋筊啦，或是啉烧酒啦，或是冤家啦，或是武互咱士大人上痛苦。我常咧讲一句话：人生什么叫做幸福？我常咧讲，人生什么叫做幸福？存足侪钱叫做幸福嘛？你存足侪囝叫做幸福嘛？你的地位足高叫做幸福嘛？我昨天问道亲，什么叫做幸福？无人甲我讲会出来，无人甲我讲会出来。我今仔日人生的幸福，就是囝儿啊时势放做代志，互你麻烦，有认同无？迄话吼，正话正头，囝去跋筊跋咧吼，事后翁仔某相拍，咱做老家人，敢安怎？敢毋免拄啊母袂好势，翁某要离婚，咱做士大人痛苦无痛苦？孙也袂好势，身体袂健康，家庭袂平安，是安怎安尼？一定咱无德。所以做德用于孙，做罪令惊孙，这是这本书甲你讲，这甲你教。所以德有重要无？德非常重要，才会当涵养万物。心中要有道，才会当养有一切。就我拄则讲，道，你到处处拢就是道。你今仔日若无道，你到处处拢是无道。咱嘛常讲含有道人行，咱过去前辈则讲我，讲含前辈则有道人行道，就是含好人行意思啦，有步人行啦。啊，若无道的人啦，吼，含歹人行，有安怎？有惊人生啦。含好人行，有道的人有步人行啊。步人行你听有无？因为过去要有一粒榴弹布，迄毋是简单的物件，迄一块布迄是足宝贵。我也是较早，伫迄个40-50年前，日本拢美国送咱的面粉，但是咱用面粉底下咧做内裤，有无？有啊，阮这年岁较济的拢有穿着迄个面粉底下内裤。你这做这布无布啊？你拿这面粉底下做内裤，就欢喜到要嗨去啊！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伊用安尼比喻，就是讲今仔日好人行，你就得到好报；你含歹人行，你就得到无好报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有道，咱拥有一切，咱拥有就是拢种好。哦，心中要有义，才会当简单相照。当然，这个简单，迄个肝胆好，肝胆是一颗，肝甲做兄哥，啊胆甲做小弟。肝若出问题，胆会出问题袂？胆若出问题，肝会出问题袂？迄叫做简单不相照，一定出问题。若肝胆出问题内底当中呢，你会快乐袂？啊，迄个肝就是讲兄哥，啊胆就是讲小弟，就是讲因两个爱好好照顾足好势，叫做简单相照。但是因为简单就如兄弟，对人爱忠诚，赤诚相对，以真相处。兄弟，你若会当以赤诚相处，那你对兄弟内底当中会当对忠诚，你对兄弟会当以真心，你对道亲，若会当视如兄弟。咱今仔日就是你有义，你有义，所以有义内底当中，人安怎讲？义就是龙，走遍天啊！你到底人做烦恼？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。心中要有爱，才会当广结善缘。心中若无爱，你行袂出路。人怎讲？你行到对一个所在，人都无欢迎你。其他人要
是面土，啊，袂能甲咱迄落，袂能甲咱的些啊，迄落啊，人家袂甲人安尼合群爱群。有一日在咧甲我讲，讲负责人，咱的道亲有2个人，一个人就是有钱，啊用钱咧道亲交配；第二就是伊无钱，用爱咧甲道亲交配。伊讲我若看道亲来哦，我嘛无钱啊，我总安那？哦，我好想你哦，我足想你，我想你上久啊。有影真正想，无影真正想，我毋知啦。啊，伊就是安尼做出安尼啦。伊讲道亲人看到伊就开始欢喜啊啦，伊欢喜啊，但是用钱咧互伊迄个啦，迄到尾安怎？到尾啊愈行愈远啦。安怎讲？因为以前一个苦经理，台东苦经理叫做后爷，迄应该若较迄个年纪比较大的迄个电视师拢会知影。因一个丈夫嘛是点文书，但是因为伊伫菲律宾咧开发道。伊讲菲律宾迄个原住民啦，吼，烦恼，讲要甲借钱啦，啊借钱，因为伊就还没请口，还没食菜，还没入院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借到互苦经理因丈夫啦，我这看卖掉，走在台湾，走在台湾了后，起来烦恼，都总在台湾要甲借钱啦，离菲律宾，佮总在台湾要甲借钱哦，啊借无呢？我头有这钱通去借你。等于大家都破解，大家都破解啦。安尼我讲的话你听话啦吼。用钱你培养道亲，迄叫做利的引诱。有钱伊甲你行，无钱伊就甲你离开。但是你用爱，爱心不断，啊，真情不乱。爱心不断，真情不乱。真情不断，伊永远甲你保暖，因为你爱好。所以修学道一定要爱，心中要有善，才会当敬困落，才会当敬业落去。一定要有善，无善绝对无可能行会出。因为一纸、2纸、3纸，咱就看出你的底气。你这个人有善心无善心，甲行2纸，咱就知影。哦，心中要有善，才能立足社会。人若无善，如小气无业，大器无言，不能行事。人绝对袂使无善。你若无善，你伫这个社会无法当行去。尤其咱伫修办道，你讲的一定要兑现。你讲的，你讲哦，风杯，你讲去拍的，迄后日讲到尾，家己行起拢无去。你既然要讲，你就敢做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善。啊，所以修学道内底当中，善足重要，不可能因为咱知影，每一年伫新中院中拢有一个，互咱有一个法官，互咱有一个入院。就我拄则讲的，因为你钱多，我无，咱道中绝对袂甲你勉强。但是离新春院一定互你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修福的原则，甲收费的工课。阮的原则就是你为当能有余力，你家己有钱，你家己加减有收一寡红包，至少我无甲你讲，会当甲你的囝儿仔实实学得，囝儿仔实实